观众朋友你好，小弟郭国正本人欢迎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下晡疫情指挥中心说明讲，各家16个武汉肺炎的患者。台湾高铁说明明仔载开始体温旅客若超过37度半就无法度载。中国真侪工厂停工影响到咱医疗的药品，近来包含佳能这类药啊，佮有利尿、佮降血压、佮治疗暗鬼的药啊，拢有欠。目前通奸罪规定敢有违背宪法，早起宪法的法庭举办辩论，妇女团体代表嘛表示赞成通奸除罪化。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下晡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记者会说明讲，如果新增加16个武汉肺炎的患者，14个是带病入境，2个是踮国内治病。到到这当阵，咱国计共已经有322个病例。指挥中心嘛宣布讲，人甲人咧社交保持的距离，伫咧室外上好有1米远，室内就爱1米半，若无喙炎就爱照起共挂。咱嘛来听陈时中指挥官上届新的说明。那今天我们有新增的16例确诊，好，那14例是境外移入，那2例是本土。那总共我们现在大概是今天到322，那39人解除隔离，那5人死亡，那276个境外移入的案例，还有46例的本土案例。我们所谓的一个社交距离那我们今天先跟大家宣布我们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基本的原则，我们在等于是有非特定人的一个公共空间里面，我们希望保持在室外至少是要在室外至少要1公尺，在室内至少要1.5公尺。那如果有一些区域比较特别的没有办法维持这样的距离，那就请一定要戴口罩。过来讲，台湾高铁早起宣布讲，台南这站坐车的人少。国车头内底店面的租金拢要降2成半，搁会对2月就算起。另外，按明仔载4月初一开始，旅客入站体温若磅超过37度半，就无法度接待。搁有嘛开始要求入站坐车拢得要挂喙罨，自由座嘛暂时取消，就是无要搁设客票，规只车拢总对号。伫高铁车站内面人客无多，中国商场内面也冷冷清清，为了要互车站内店面降低压力。厝头家高铁宣布要采取楼梯式降价租金，将会以去年同期全线月营运量做比较基准，降价商场的租金。2月我们跟去年2019的运量同时间的比较，我们下跌了27%。不管是所谓的租车转乘的，甚至我们生活必需品的这些，我们的厂商就可以适用于我刚才举的例子，在2月份就会有25%的租金抵租的调降。疫情也未缓和，高铁讲降点租会得到运量联动，一直到运量恢复。另外，清明连假就要到啊，高铁也加强防疫的宣导。自4月初一开始，旅客进站体温若是超过37度半会拒载，并且要求全部拢爱挂喙罨。若是旅客无喙罨，会协助到车站内店卖泡面喙罨。列车也取消自由座，全部拢是对号票，也会随时提醒旅客全程拢爱挂喙罨。戴口罩部分目前没有一个特别法令是可以拒载不过我刚才讲过，我们如果旅客有一些特别的一些原因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个别的一个协助处理。另外，高铁目前伫咧车内也阁提供小的饮料，也阁自4月初7开始，全部停止提供小的咖啡加小的红茶服务，只敢提供包装水加饮料。因为运量影响营收，高铁也布局多角化的经营，伫各车站推出便当市集，加有名的餐饮业者最近推出联名外炸便当。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看，经过海基会和中华航空搭合，指定按上海飞回来桃园的第2座，互老店乌北遐的台湾人拍票坐回来的飞机班，昨仔真顺时已经载214个国民到地。初步验起来，旅客拢无人发烧，嘛规定拢总送去集中检疫所，隔开观察14天了。飞行机降落机场，30暗9点39分，海基会车华航协助第2架次航班，载214个台湾人顺利返来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马连续2天在现场指挥。部长，这一次的情况如何？不知道，至少昨天我们的153个全部都阴性那今天看看应该还好。所以今天还顺利吧？对，当然都很顺利，整个大家都已经做过很多次了。
也告示牌欢迎大家回来，检疫人员照检疫流程替旅客量体温，确认全部拢无发烧，或者是有相关症状。30日透早分配有10台游览车再去检疫所。原本若是有旅客有无正常状况，则用会到救护车，嘛是空车离开。刘会主委陈明通30早起受访的时表示，这摆指定航班甲武汉包机是不同。武汉包机是武汉包机了，那这个是定期航班的指定航班的那种回来的模式，这是一码归一码。那武汉包机的事情，当然这还在协商的过程当中，没有进一步跟大家透露。外公类包机，刘会是要避免卡到敏感的政治，佮强调因为是定期航班，无经过协商，暗过有偌济人留伫同队。刘会指出，差不多有400多人。陈明通强调，无取消主机受到高调抨击，免当作是一个负面的考虑。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观光局一个主任秘书指派下骹手的员工去机场接应后生，结果却造成对方去得到武汉肺炎。早起行政院苏贞昌院长就批评讲，那这是真不该，官场的歹规矩早就爱改。另外因为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已经吩咐讲，咱若出外去社交，人甲人都唔通伤过挖近。苏院长嘛讲，这是咧保护家己，嘛保护众人的安全。交通部观光局机场旅游服务中心的员工，因为接待官员的后生，所以挖到武汉肺炎，结果挖互家己5岁的囡仔。行政院长苏贞昌早起伫咧立法院受访的时阵批评讲，这件代志实在是无应该发生，爱随改善才会用力。第一个就是这种官场陋习，早就该改啊！我不知道原来还有这种人在机场服务。我自己多次送女儿接女儿，都是我们自己，从来也不知道还有这种单位。苏贞昌指出，这个官员枉费政府真拼势要甲防疫做好交层，这件代志影响真重大。交通部已经赶紧处理，而且防疫爱全面升级。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建议民众爱保持社交距离，不过甲厝里的人聚会，敢是嘛爱保持距离。苏贞昌表示，社交距离不是咧规范厝内的人，社交距离是社交，不是规范家人。所以，因为在社交常常有不明的人，到底怎么样情况不了解，因此要规范、要指引大家保持距离，这是为了保护个人，也是保护大家的安全。另外，因为涉嫌伪造文书，内政部长徐国勇函送警政署长陈家钦，苏贞昌对这件代志是真不满。徐国勇讲尊重长官，不过案件敢已经到一个坎站，苏贞昌以防疫来回应。我们都知道现在疫情严峻，所以全国必须要团结来抗疫，不要被病毒见缝插针。所以你指的病毒是指徐国勇吗？就是要防疫啊！疫情冲击到经济，中央编列纾困振兴预算600亿。针对敢会考虑发钱予每一个国民，苏贞昌明确指出，袂像较早共款家家户户拢发钱，不过受到影响的产业拢会考虑在内，会尽量照顾甲照着。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得到武汉肺炎过往的5个患者内底，其中有4个拢捌用过以早咧伊曼纳利亚加灵这款药啊。医师是分析讲，这款药轻症的来用是较会知，那患者本身就有慢性病，演变做重症甚至救袂起来的比例拢会较悬。另外，医师佫讲，武汉肺炎轻重症的患者体内病毒的量是差无介济，这层和一般的病症是真无像。在国内武汉肺炎的死亡比例总共有5例，其中有4例捌使用过抗马拉利亚药啊羟氯喹宁治疗，验过有源救袂大。医生讲，引起武汉肺炎的新型冠状病毒甲流感正共款。若是病人本身就慢性病，得病了引发重症加死亡率的机会就较悬。所有的呼吸道病毒的重症因子都会类似，因为它们是攻击肺部，所以其他跟肺部辅助的东西，比如说心脏的功能啊、免疫功能啊，这些都会连带影响到肺部的严重程度。另外，中国上新的研究显示，有武汉肺炎患者的病毒排毒期长达49天，而且症状较轻，是目前医界所发现的上长的排毒期。对此，国内专家认为，重症患者的病毒量无一定较悬，排毒期的长短也甲重症死亡率无关系。重要是就要甲病毒完全程度清去，才能避免人传染给人。一般疾病越严重，病毒量应该是越高的。
可是，在新型冠状病毒这一点是不太成立的，就是轻症跟重症呢，你去测他体内的病毒量，两种人是差不多的。再来呢，你排的久不久，跟你的疾病的严重程度也没有什么差别。医生强调，用药的时间正重要。当病毒进入人体了，强度可能是把病毒缩掉的，无法度自由活动而自然死亡。对于轻症患者会当发挥一定的效果。要若是重症患者，是建议使用抗伊波拉病毒的药啊，瑞德西韦，会当有效阻断病毒的 RNA 复制。不过，即马全世界这种药啊，拢正欠。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咧抵挡武汉肺炎拍拼的过程，得到国际真注目。但日本是有媒体报道讲，中国驻日本的大使已经透露，因的政府可能会同意台湾取去，当年拢通以观察员的身份去参加世界卫生大会。早起外交部嘛出面回答讲，咱会继续和世界卫生组织家己交涉，中国就唔通使政治手段来阻挡。台湾我们有意愿。也有能力来对于国际的医卫跟防疫的合作，我们做出更多的贡献。有关于台湾参与 WHO 的相关的安排，我国的政府我们会自行跟 WHO 方面来持续的交涉。我们呼吁中国政府不要来恶意的干扰以及进行政治性的阻扰。我方也严正重申，只有台湾人民经过民主程序所选出的政府，才有权利在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其他国际组织，还有国际社会上来代表台湾。愈来愈多国家发声，望世界卫生组织 WHO 接纳咱台湾，支持的声音一再出现。不过，咱要用什么款名义来参加？外交部是也无加讲，敢若强调讲详细的计划拢伫咧筹备当中，会搁再进一步说明。搁另外，美国通过台北法案了后，因的国务卿嘛表明美国的尽全力帮助台湾，伫咧世界卫生组织发挥适当的作用。咱的外交部嘛表示真感谢。来讲，昨疫情指挥中心通知实践大学讲，因学校内底一个兼职的老师已经诊断确实得着武汉肺炎。学校这边经过调查，掌握讲这个老师3月初2按美国回来，有入去学校教过1节课。但下面有4接的9个学生和另外一个老师，拢已经在家内隔开观察健康了。唔是学校的人袂使入来全校，干那留一个出入口。老师学生爱看 QR code， 确定身份甲体温才会当入去。实践大学昨开始防疫升级，无奈指挥中心嘛同时间通报，一位3月初2为美国回来的兼任老师确诊。因为他的课是属于那种讨论的课，开车来到学校，然后到教室跟学生讨论，讨论完离开。所以在学校的所接触的地方也非常单纯。敢若教一门课讨论了后，就离开学校。学校强调，受影响的9位学生甲1位老师，即马是无镜头居家隔离，因为消息已經伫學校傳開，有學生承認會煩惱。會怕被傳染到，心裡會有點怕怕的。 He's not in our department. He just had a few students, of what I heard, so I'm not that afraid. 上课的系馆已經消毒，清明連假會全校大消毒。學校嘛發出公開批，對老師學生講愛有信心。煞嘛承認，這位老師無甲系上來匯報，拄為美國回來，嘛無清楚敢有伫咧其他學校兼課。專任老師基本上比較沒有問題，我們也都掌控得很好。那兼任老師這一塊也有些系都有回報，可是總是有一些漏洞。實踐指出，開學進前已經要求所有老師匯報敢有出國。這位老師開學迄天才轉來，嘛無主動匯報，成為防疫的浪芳。因為加上高雄的校區有400名左右的兼任老師，會重新調查過去這段時間老師出國的狀況。記者隨新志明台北報道。因為中國近來真濟工廠停工，影響到咱國內醫療的用藥，有的攏開始在咧欠貨了。3月到單包含佳寧這類的藥啊，還有利尿劑甲降血壓的藥啊，攏講有欠。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是講，大多數的項目攏有替換品通好用，敢若一款咧治療癌龜的藥原料可能會長，按算敢若會當當到8、9月啊。藥師敲電話向藥廠問因訂的處方藥的進度，結果對方回答講愛排單或者迅速出貨，因為受到武漢肺炎疫情影響。藥的原料生產大國中國
伫2月底时阵，真侪工厂停工，造成全世界药化的原料甲供应拢受影响。根据食药署药品资讯供应皮带欠药通报，到3月已经有通报过上百款的药欠货，包括止痛定、奎宁定这款药利尿剂、降血压的药甲状腺溶胶、强心剂等这种定量看到药拢已经欠货。要同剂型、同剂量、同成分的状况下，那强心剂一个是水剂，一个是定剂，我们又不能去做替代的一个动作。然后政府虽然有专案进口，可是专案进口的数量也不够，我们基本上还是拿不到强心剂。医生讲，以奎宁类的药物来讲，在过去这边上最是进5盒，每一盒60粒，来应付一寡少数的红斑性狼疮、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来使用。验过院长大概自4礼拜前就通知讲欠货，大厂是顶礼拜开始欠，因此希望政府会当成立一个欠药办公室，整合药品的分配。而且之前政府也希望民众较莫去病院，该去社区的药局领药所以建议病院甲药局7:3的药品供应比例也要做调整。他们通报的品项很多，但是都是重复的品项，这个是属于社区药局这边的通报。我们的原料的部分呢，供应情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食药署强调，公布通报无代表这项药品真正欠药，只是欢迎各地药局的药师通报资讯，而且每一个品项伫通报了，亦会做评估，绝大部分拢有代替药会当使用。目前的评估认定真正有欠药的，只敢若一种治疗甲状腺定量用的处方，原料药可能已经断掉，有个只敢若减到8、9价。食药署已经辅导业者找其他代替来源。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目前全世界得到武汉肺炎的病例已经超过77万例，治病过往的也超过35000人。这中间就有2万外的是发生在欧洲这边。你像意大利一天内就搁加4000几个患者，目前因国内病例已经超过10万人，死亡的也有11000几人。西班牙嘛是一日内就增加6000几个患者，因国内计共已经超过85000几个病例。欧洲第2大疫情重灾区西班牙确诊人数搁一摆增加，西班牙30总确诊人数已经超过85000人，超过中国82000多人，死亡人数增加到7000多人。更加害是有超过1万个医护人员目前感染。防疫关键人部紧急协调官员新闻也确诊，西班牙卫生部指出，对25开始新病例增加率伫9%到20%，有减少趋势，显示西班牙要跨过疫情的高峰期。Desde el 25 de marzo, sostenida de descenso de nuevos casos, que nos hace poder afirmar que si no estamos, repito, con toda precaución en el pico, estamos muy cerca de él. 不过，西班牙的防疫措施是更加严格，禁止民众参加丧礼、火化时出席人数限制3人以下。疫情上严重意大利，总确诊人数超过10万人，敢若属美国，死亡超过11000人，是全球上悬。不过，意大利政府已经延长全国封城到4月12日。不过嘛表示，细菌的感染人数有下降的趋势。那法国过去24点钟增加400万人死亡，总死亡人数超过3000人，是全球第4个死亡人数破3000个国家，总病例嘛超过45000人。法国政府顶礼拜讲，这礼拜疫情可能来到高峰期，巴黎部分病院已經攏是患者，醫生甚至面對應該受到一寡病人的問題。Aujourd'hui en pneumologie, on est complet de chez complet. En soins intensifs de pneumologie, on est complet aussi. On va ouvrir des lits de réanimation en soins intensifs pour pouvoir intensifier les soins, parce que les autres réanimations sont pleines en fait. Et aujourd'hui, pour trouver une place en réanimation, c'est un casse-tête incessant. Est-ce qu'on peut faire sortir ce patient pour le mettre dans cette unité-là pour prendre un autre patient? Donc c'est un jeu incessant. 英国病例这是破2万，死亡人数约近1500人。伦敦已赶紧起临时病院，应付在可能出现的大量病人。好消息是，查尔斯王子已经完成7天的隔离，身体状况真好。因某卡米拉搁伫隔离中。那荷兰疫情有增加趋势，目前病例已经破1万，死亡约近1000人。另外，荷兰一间因为疫情关起博物馆，30几人传出馆内收藏的范国威强偷去。在亚洲的南韩，佮传出新的群组感染，所有一间教会出现16例。南韩目前总病例约近1万例，150几人死亡。记者综合报道。
咱嘛来看美国这边，敢若纽约这州确定的病例就超过66000个。纽约州长阁开记者会，望讲全美国的医疗人员拢爱赶紧去纽约来斗3工。美国总统川普是讲，未来1月日是对抗病毒关键的期间。另外，伊嘛讲，美国即马15分钟内就当验出病毒，同美国已经有100万人拢过验过了。As Governor of New York, I am asking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across the country, if you don't have a healthcare crisis in your community, please come help us in New York now. 纽约州长古默嘅指出，州政府估计已经会到2到3礼拜内达到高峰，到时阵可能需要14万张嘅病院病床，甲4万个加护病房嘅病床。纽约市公立病院最近受到真大压力，美国海军医疗船安慰好派到纽约，帮助纽约嘅医疗体系。We need to triple our hospital bed capacity in New York City by May. The number of beds we had at the beginning of March have to triple by May. It is a daunting task, but we got a big, big boost. The arrival of Comfort, this is like adding a whole another hospital to New York City. 美国的确诊人数一直增加，目前已破16万例。根据CNN报道，一天增加502人死亡，创下新高，总死亡人数接近3000人。其中纽约州就超过66000例确诊，有领导组织伫纽约的中公园去亚镇病院，预计2天内会当开始收病人。美国总统川普29新宣布延长社交距离措施到4月底，30个发表一套检查设备，会当伫15分钟内提供检测结果。Today we reached a historic milestone in our war against the coronavirus. Over 1 million Americans have now been tested, more than any other country by far, not even close. 因为美国扩大对抗新冠病毒措施，美国股市反弹，道琼工业指数起690点，收跌22327点；史坦普500指数、加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拢起超过3.5%。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欧洲的西班牙这国，敢若医护人员本身家己去挖到武汉肺炎的，就超过12000个。就连因国家医疗紧急应变中心的主任嘛脱袂过，共款去倒着病。另外，咱搁转来看美国纽约这边第一线医护人员嘛讲，病人已经增加到互因记载袂掉。纽约州的州长是表示，望川普总统就要对纽约较好咧，做因的好谈判。I just want partnership to deal with this. And I said to the president quite clearly, look, when you do good things for my state and you're a good partner, I will be the first one to say you're a good partner. 针对联邦动员美国海军医疗船支援，包括纽约在内各地受抵武汉肺炎的病患，古默嘛公开感谢联邦政府甲总统川普。镜头来看第一线医疗现场，未少医护人员接受媒体访问的时阵讲，纽约当地疫情排山倒海赶过来，已经超过因会当负担的。You know, healthcare workers are not an unlimited resource. We get sick too, and at a certain point, we're going to have a problem if the doctors aren't well and can't take care of people. 除了面临真悬的感染风险，医疗人员搁要面对疫情滚价之下情绪失控的民众。Everything's on fire, and the fire extinguishers are also on fire. We've had people trash our lobbies, cursing, spitting, coughing on the faces of my employees if they don't get what they want. 欧洲疫情严重性敢若排伫意大利后壁排第2的西班牙，大约88000个确诊病例内底，就有12000多人是医护人员。其中卫生部所属的医疗紧急应变中心主任费南度西蒙，嘛确定患着新型冠状病毒，要接受隔离治疗。目前中心由副手玛利亚·何西来代理。因为费南度西蒙进前做防疫指挥官，甲总理桑切斯真接触，引发外界关注国家元首的健康问题。记者综合报道。非洲这边有60国拢已经开始约束民众，袂当蓝衫出门行搭。有的国家是实施宵禁，管制暗时袂当出外。不过警方为着要执行这任务，有的说佛甲出手拍百姓，有的搁用催泪弹赶人，手段看着是真粗残。听到枪的声了后，民众惊甲拿袖拿走，行路面顶四界拢是催泪弹的烟，乱七八糟的状况就若像咧战争。不过民众向赶的原因，敢若是因为当地政府要执行宵禁。
新冠病毒开始伫咧非洲地段，肯亚已经出现50例。为着要阻挡病毒，政府伫咧当地时间27开始，逐天暗时7点到透早5点实施宵禁。为着要赶民众转去，警方毋但发射催泪弹，搁摕警棍来赶民众，手段是真粗残。同款是互人看甲硬气的卫兵，也是因为防疫。乌干达的警察为着不爱互民众排打来吓人客，摕警棍就出来开始乌白拍。发生社搁翕着警察伫咧街路面顶拍犯的恐怖卫兵。3月2日开始，乌干达全境为着防疫进入32天的封锁状态。啊，毋过对当地真善者的民众来讲，因毋是毋惊病毒，啊，毋过无法度去街路做生意，会先被引起死。This situation, I think you can see the town. Everybody is complaining. We have no food, we have no money. I think everybody has to pray. 非洲目前已经有几10个国家设限制出国甲宵禁等等的防疫手段，啊，毋过真侪地方的经济状况拢无好，民众伫咧生活甲防疫之间根本就无通选择。用辛巴威来举例，已经实施3礼拜封锁期，啊，毋过当地失业率已经要到90%，疫情嘛，互当地民众生活的状况变更较歹。同款问题嘛出现伫咧拉丁美洲，对墨西哥到智利拢出现病例，因为疫情所出现的隔离问题，嘛表现出当地贫富无平均的问题。徛头前一个秘鲁的民众纳迪亚是一个专业的化妆师，伊厝内环境袂歹，隔离期间8岁后生伫厝上线顶课程，伊就翕彩妆教学影片传去网络，就算讲袂当出国，生活看起来也阁算真舒适。Sé que no mucha gente tiene estos privilegios de poder estar cómodos en casa. Sin embargo, también es un poco difícil estar tanto tiempo en un solo ambiente. 另外一个地区的民众就完全无共款，做餐食清的玛利亚因为家火，就爱伫厝内外口用茶来起火煮物件食。Ir a continuar, no sabe, pues. O de repente llegará la enfermedad para acá en donde estamos, caeremos enfermos, no lo tenemos seguro. 啊，还有地区因为封锁的关系，水无法度送去当地，民众的灶骹、垃圾碗盘已经囤几堆，因无水无食食，毋知影后一步要安怎做。专家指出，拉丁美洲是世界上贫富上无平均的所在，对疫情的传播，这种有钱续命、无钱等死的状况嘛，更较严重。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内底一个大学4年的学生已经确定得着武汉肺炎，学校这边下晡3点出面说明，讲有的课程会改做线顶用网络上课，搁伫咧春假的时阵会大消毒，这3项对策。搁来，咱嘛来甲所有观众朋友来报告，早起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陈时中指挥官去参加家人一项病症万不利呐，伫咧社区内底摊开的演习。啊，但是中指挥官嘛讲，下晡特别宣布，人甲人社交往来都要保持1公尺远的距离。另外，嘛同款去参加演习的新北市侯友宜市长，伊是望中央讲，都要针对所有按国外倒转来当伫咧厝内检疫14天的民众，拢总全面都去验病毒。包含防护衣、N95 口罩。家人市举办防范社区感染的演习，模拟发生大型社区感染的状况。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新北市长侯友宜拢到场观摩。陈时中表示，防疫一定要靠大家合作，一个确诊就要开200过10万，社会成本真悬，希望民众要有自我警觉。下晡就要宣布社交距离1公尺的新规范，但是目前无讨论要开发。现在我们大家都相隔1公尺，我们政府现在马上今天中午就要宣布了哈，我们需要有一点磨合期。我们要有点练习，慢慢大家就会习惯。哦，那习惯了之后，那是有明知故犯的情况。好，比如说我跟你讲，所以我们就应该距离1公尺，你硬要靠过来，哦，那时候我就可以来举发哈。面对全面普筛意见，陈时中也是表示，目前无强烈的社区感染，还阁无考虑普筛。不过新北市长侯友宜是话讲，希望针对国外转来台湾当地居家检疫的民众，全面采检，莫有空芳。因为现在只剩下3000人，不像当时候的量，将近2万人没有办法负荷。那既然剩下3000人，而且确诊的比例不会输给当时进来的2万人的确诊的比例，我们为什么还不赶快把这个漏洞赶快给它补足，增加一项全面筛检、居家检疫呢？另外，新北市嘛宣布原本要暂时关2礼拜大型室内场馆，即马要继续延长。侯友宜讲，新冠病毒是社交病毒。刷落来清明连假，呼吁尽量减少回去厝制作，避免群聚感染。记者综报道。咱搁来讲，新竹市有一个男性，3月22日按中国倒转来，9月27就塞车出门，手机还搁调工无要行，结果半路嘛是去互警方抓到，卫生局也已经甲伊罚金20万。
另外，新德关这边因为联络袂到一个按国外倒转来的陈先生，昨尾暗仔就公布伊的名姓，结果原来是误会，因为对方已经入去咧住台北市的防疫旅社了。 新德市一名男性22号为大陆返来台湾，依照规定需要居家检疫14天。不过，这名男性却无伫厝的，甚至塞车去苗栗找朋友。经过警方拦检，才发现这名男性不但爬走，而且佫无挂喙罨，后续新德市卫生局开罚20万。对个案擅自将手机放在家里，然后规避，然后出门。那这出门呢，在很短的时间就被警方拦截临检。 检出，那我们就立刻根据警方移送的资料，还有民政系统访查的资料进行开罚。地方政府定案无遵守居家检疫的人，不过在新德县却发生着一名30几岁的男性，29号返来台湾的时阵，无留着台湾手机号码，地址是留在新德县关西，县府派人四界找无人了，公布这名男性的姓名，后续经过手机定位了，才发现着人在台北市的防疫旅馆内底，紧急收回。新闻当中知道说，他从入境之后，他就有填报说他要住在这个防疫旅馆，但这个讯息我们完全是不知道的啊，所以我们是没有收到说他所谓填报的资讯的这件事情，他也不愿意跟我们做这个联系啊，就是说回复我们电话的这个联系。那于是我们一直在依照规定，我们在这个昨天下午的这个5点呢，我们才发布了这个公告。县府指出，这名男性返来台湾了后，经过警方的系统，才查到伊台湾的手机号码，定位显示出人在台北市松山区的饭店。到底这名男性敢有离开饭店外出？后续佫需要厘清状况。记者张君和新德报道。咱搁来讲一个小家人按甘保济倒转来到台湾，伊对机场坐交通部所指定的防疫巴士落去到高雄，结果落车看到讲证人嘛是做一个四线，有的根本都无亲人来咧带，遐嘛拢无安排防疫的计程车，这敢会变做病症摊开的破拍。高雄市卫生局当时讲，会开始派专用的巴士载遐去到地的旅客去防疫的旅社，嘛紧发到防疫的计程车，互人好坐。家己穿手录啊、护目镜、等等规套的防疫装备，还佫有几种消毒剂。这位小姐因为做工课的关系去甘保济，返来台湾了后搭防疫巴士返去高雄。不过到位了后，发现甲坐一般的客运同款，车顶7个人个人返去家己的厝里，无人掌握乘客敢有按规定返去，或者是去防疫旅馆。就是各自解散，那其实就是这样是不是有可能在有些人真的是没有家人来在的情况之下，是不是就有可能顺手招了小黄啊等等的？这个小姐2次返来到桃园，伊表示，迄当阵伫咧机场选择搭防疫巴士，返去到高雄的时间是半暝。原本想要搁经防疫客程车去防疫旅馆，却发现无这个选项，只有是请因兜的人半暝去甲载。不过为着避免有人无遵守规定，伊希望政府会当加强为机场到厝邻这个部分防疫的作为。我们也规划了所谓的这个防疫巴士的一个接驳路线，主要是针对我们既有的这个防疫旅馆，进行环状式的接驳工作。除了成立在地防疫巴士，为落车的所在到防疫旅馆，高雄市本来是有4台防疫客程车，服务居家检疫的对象去看医生，或者是为小港机场转去。交通局表示，今仔日嘛把数量提悬到8台，互想要搭防疫巴士转去高雄的人，加一个交通直接的选项。记者综合报道。搁来讲，咱国内万不利因为病症摊开，真侪学校拢都要停止上课者，可能就会换用远距离网络的教学，互学生囡仔踮厝内也通读册。不过一寡较遥远的所在，毋是每一口罩拢有电脑设备，也是手机啊，甚至连网络拢无够普遍呢。像讲台东县的教育处就表示讲，县内目前上介欠的，就是暂时通发予民众运用，通好开网络的手机啊。台东县石川部落暗时囡仔下课转去厝内，功课写了想要看流行的网络资讯，毋过厝内煞无电脑，爱和爸爸借手机啊，两个人用一支手机啊抢来看。若是疫情愈来愈严重，学校停课，爱用远距教学，这种欠资讯设备的囡仔，家长你时个爱做工课，可能就无法度互囡仔上课，也是只会当轮流用手机啊。因为我们平常也没有时间说给待在他旁边啊，然后叫他看手机来上课啊，要让他们去分配，就是说每个人大概20分钟这样子而已。
即马全国各学校拢因疫情可能停课，一做顽固教学的演练。不过，根据教育部的统计，全国各县市6都中小学学生厝内无顽固设备的比例是比20%更较低。分家并有华东地区欠的比例算是真悬，其中台东县无载具、无网络的比例是全国第一。就算部落内底有iTrap 免费的网络，不过连线品质是真无好。台东县教育处表示，教育部已经提供700个会当用网络的手机门号，佮加上县内会当调配2000多个行动载具。会当应付小规模的停课，不过大规模的停课也是爱课补课。停课2个礼拜，但是回来补课的时间呢，至少还是要1个礼拜来做实体补课。那另外低年级的部分也不太适合做线上教学了。林正宏讲，台东县目前上欠缺的是行动载具，希望民众厝内底若是有假2手手机啊，会当借予台东县使用，等疫情结束了会行动去。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若是已经结婚的人和人通奸，敢通用刑法去办，也是用民事赔偿伫咧婚姻内底受到损害对象就好。宪法的法定再去开定辩论。赞成这边是主张讲，目前通奸罪规定是侵犯着宪法内底隐私权和婚姻的自由权。啊，不过有法官讲，就算用刑法约束撤掉，嘛就要设法，互遐金钱地位拢输对方这款较弱势的原配，另外有保障。通奸罪它通常会让这个我们说的权势性侵安全下庄。其实已经有很多案例，包括1994年师大的一个教授性侵学生，可是他后来因为配偶告这位学生，所以他就安全下庄了。年轻辈的好像是把性自由、通奸这件事情是抽离了我们一般社会认知的婚姻跟家庭的重要，其实是有结婚你才会碰到说有通奸罪，因为那个是婚外的不轨嘛，外遇。女性团体代表纪惠荣是说明讲，这条通奸罪根本就违背国际人权公约。亚洲这边嘛，已经有真侪国家通奸拢无过用刑法落去办咯，所以望讲将刑法第239条废掉。啊，不过捌做过的法官，最高法院法官的考刑会是表示反对。考法官认为讲通奸罪影响方面真宽，若是要改，上好是经过国会立法，也是公民投票卡下台。这条改税宪法的案件按算5月底，大法官就会判断结果。台湾的艺术水阁好，国政改税2句我予你做参考。改税，改文税字，讲到通奸，目前社会伫咧辩论讲，敢就要用刑法去判断。过去台湾无论讲歌册、念歌，还是歌戏内底，原来做真侪通奸佮害夫的剧情。国政今日扣出卢柳仙所念的《青竹诗》，内底剧情就是讲，翁婿王祥出外邦做生意，谁知影讲伊的牵手小曲官，竟然含庄仔内吴基仁2个约束，讲8月12日，我亲情要就你，我要互你做生意，踮伫咧来阮兜阿公做鸡的时阵。咱来食一个青草，那迄天我就顺利，想袂到讲12点拄我讲12个，8月12日迄天因翁生理失败，倒转来4句联内底安怎样讲？讲今仔日拄8月12日，会到阿公做3期，王祥入门问因某讲2块碗2双甜，到底为怎样？我一个人无伫外口，干那你踮厝内尔，你摆甲遮青草，因某甲解释讲一双减大面互厝边。2杯酒要甜啊，毋正甜，看着酒杯甜，像君在厝1半年，心肝才袂闷无意。王祥这兴食酒的人，互因某安尼伫咧煽动，用即款理由甲解释落尔。讲好啦，既然我的牵手对我遮真心，2杯酒就是原来你思念我，归去做翁的转来，咱就啉啊。因迄个伙计米伫咧面床骹，听到王祥甲因某讲欢喜要啉尔。真正因某小曲官，甲翁灌一个罪，可怜王祥就安尼，互即对奸夫淫妇甲害死。可是毋是用刀仔斩，毋是用锁仔吹，是用青竹丝来甲害死。小曲官做某的，原来假有情假有义，去咧扣蒙头。谁知讲王本官对遮借路经过，擦青界拜，风一个吹，外口穿夏服，内底竟然穿红衫。4句连讲，曲官擦济主要拜，风蒙红衫穿出来，新穿红衫就咧拜，风吹起三后机。王本官讲：你若有顾着红婿，酒挂穿红真不该。
恁人正是你害，千啊家己来想看卖。结果王本官真正开棺要甲验尸，谁知讲都毋是用扫啊吹、扫啊痕有证据，毋是用刀斩火楼共火地，本官竟然验无证据，换消曲官要甲本官倒架，讲我要对顶司甲你告落来，告互你无顶戴。真正按军讲要来甲本官抬头，落尾是庄仔内大家出来讲，本官若要过刀，阮拢要替伊过刀，因为本官是清官明官。当然，本官经过一段探案的过程，本官就去下城隍，就去甲城隍老爷拜讲吼，你就甲我指示讲要安怎样来查明事实，讲到底王祥是互安怎样害死的。城隍老爷一个托梦，讲本官你就要行向东。本官真正去当到啥？当到因庄内专门咧做贼的贼仔山。本官就用话来甲套，来甲闹讲吼，到底吼恁老爸已经死遮久啊，是安怎样吼？你家己家后拢唔见地，到底这个贼仔山安怎甲回答？本官听得大欢喜，恁老爸死遐侪年，家后安怎样唔见地？三仔听得大生气，就绝唔敢娶妻儿。看到葡萄行啊，王祥论真娶某无路用，王阿祥的牵手向了搁再向。原来就是贼仔山飞天挂角，迄天8月12拄啊好，拄啊去王祥因兜要甲偷替，结果吼看到讲王祥因某小曲官甲吴启麟两个真正用青竹丝甲王祥害死，种种话讲互本官知，这个代志是经过详细解决。咱讲善恶到头终有报，只情来早已来迟，唔通做犯案，唔通做犯罪代志，这才会久长。过来，咱共款来讲男女间性别的新闻。今日是国际上各种性别献面的日子。判例联名今日公布讲，目前调查518男性、女性的身份，和一般所认定的无相像遐个人内底，有将近一半无法度指明家己到底是男性还是女性。这中间佫有超过8成拢无去改变身份证顶头所记载的性别，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变性的手术费用伤过头重。老长他门挂耳狗仔 Alice 是生理的男性，但伊认同家己是女性，因为跨性别生活顶头拄着各种的困难甲歧视。有一届去企业面试，互主管要求到较远的所在去便所。我觉得这已经不只是性别歧视，而是根本没被当人看。剃平头的玲丽出席的时阵是女性，但认同家己是男性，为此伊食真侪苦。为着会当顺利转换性别，伊经过15年的时间，开将近100万进行性别重置手术，才换来今仔身份证顶头性别栏改成男性。这就是一条漫长的道路，摘除胸部手术约13到20万，依大小而定。人工阴茎重建更是昂贵，要55万以上。跨性别的人到底是拄着安怎的状况？判女名公布调查报告，518个讲义跨性别的人，其实有将近一半的人认为家己非二元性别，是查甫的嘛是查某的，性别流动。另外有8成8无换过身份证的性别，其中5成2的人是因为性别重置的手术伤过贵。就国际人权的这样子的一个公约里面，会认为它是一种酷刑，强制的要求他们摘除身体上面的一个器官本身，我认为是对人权高度的侵害。伫台湾变更性别需要提出2个精神科医生的诊断证明，佮有全套性器官提掉的手术证明。判女名甲取消强制手术，列做是改善跨性别人权处境的第一项。而取消手术进前，应该甲性别重置手术纳入健保给付。记者林俊夏基文台北报道。咱过来讲，顶礼拜日台中大道遮金属工厂火烧，住伫咧2楼宿舍3个外国劳工煞不幸来烧死。近来2栋外已经有11个外国的移工，因为工厂火烧来过往。早起就有民间团体举办记者会抗议，因要求劳动部就要彻底要求民间的工厂实施厂房和宿舍分开的政策。3月2日，伫咧台中大道的金属影外工厂发生火灾，3个越南籍的移工伫咧工厂的2楼的宿舍怎来死亡。类似的悲剧一再来发生。2017年，石卡工厂大火夺走6条移工的性命。
2018年敬平火灾，2个义工甲6个消防员死亡。2年多以来，民间团体一再开启遮会抗议，要求劳动部爱落实工厂甲大个所在爱分开。31早起，英国去劳动部甲义工来念香，批评政府无重视人命。我们自己的消防员也是一样他也会死在里面为什么在疫情这样子的时候，你整个把它当成是战争？可是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是这样子在看待。早起嘛有几国的义工乌烟抗议的行动，有菲律宾籍的义工指出，伊发生这灾的前6年，嘛是拢住伫个工厂的地下室，敢若是发生地动，就互伊感觉真惊吓。Pag nakumpisa sa taas, hindi na kami makakatakas yung sa factory mismo kasi nasa basement kami. 民进党立委洪新汉是伫咧25，也就是顶礼拜3伫咧立法院质询的时阵，要求劳动部爱落实工厂甲大个所在爱分开。我们到底要再烧死多少没有厂处分离的移工？我认为劳动部应该把对于新的申请案，我觉得应该设定一个期限，雇主如果没有落实厂处分离，就不给予聘雇的许可。他如果不是厂处分离，我们就不给予聘雇许可，这个会跟现在法令是有违背的，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有困难。迄当阵，劳动部部长柯明春对立委的建议回应讲有困难。31早起，劳动部的法署表示，会研究修正外国人生活照顾服务计划书的裁量标准，会规定头家人爱主动声明工厂内底敢有危险性，而且会捣毁的物件。不过，劳团是表示无法度接受这款的回应，因为也是无法度为根本来解决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武汉肺炎损害观光业真上重，交通部一来是推动导游和领队训练的课程，二来嘛继续甲行政院争取经费来帮助交通运输业要消透困难。计划会针对游览车和计程车的司机，一个人1个月日薪补助1万块。目前列起来有超过10万人会当得到这项政策的照顾。导游领队制作会，每一个都只有坐2个人优惠距离，受到疫情冲击，观光也是真吃力。导游领队带团路会使讲1年，根本挡袂落去。交通部推出以婚代金的纾困方案，提供短期培训，另外嘛争取到行政的经费，对着客运车以及游览车提出纾困，驾驶每一个人每个月补助1万块，期间3个月。那确实他们的生意差很多。那如果符合这些规定，我们也会把它纳入这个扩大纾困的对象。那请交通部去规划，针对游览车跟计程车，可以进一步来加以这个纾困。这个方案估计有10万人受惠，嘛希望对着受创严重的产业减轻压力。至于桃机服务中心员工，因为这台观光局主管的后生了后较真减减，林佳良表示，这个主管嘛已经降掉，对着请假过程无完备，嘛就会来追究责任。有一些可以避免的没有必要的风险，那让这个传染还是发生了，初步是会做降级的处分，那它涉及到的请假部分，违规也会来究责。林佳良表示，根据目前了解，这个官员的后生通关规定并无列举。不过，这个主管要求服务中心的接待后生，已经跳出工作范围，离职了后，甚至阁出席相关的会议，有相关人士含义感染的风险，就会追究责任以及严办。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因为近来国际性的工商展览，若毋是停办，就是延期，这嘛造成产业界真侪厂商损失是无法度估计。外贸协会当时讲，即阵因已经有咧设计网络的展览馆，经过360度摄影，阁有3D 的模型这技术，互厂商用网络数位的办法，伫咧线顶展览商品。望讲支持咱台湾的国际贸易，唔通断站。停办展览，这是前所未有。2020智慧城市展、台北国际电玩展等各大国际展览，唔是停办就是宣布延期。外贸协会讲，这是史无前例情形，因为展览停办造成外贸的损失，目前也阁真歹估计。因故为了要协助业者办展，继续开拓国际市场，贸协伫咧最近打造线上展馆，和台湾的外贸袂断线。线上的展览馆是提供一个机会，大家去了解这个产品，去认识这些产品。贸协表示，线上展馆已经开始启动，会协助收录8000间厂商的产品，包括布料、袜仔、目镜等等，用环境摄影技术、3D 建模，甚至是 VR 的技术，和国外厂商伫咧线上试点直接下单。
无协表示，甲实体展览馆比起来，线上展馆会让省更加侪成本。参展的费用，它有些展它是非常的热门的，然后那它一位难求，它的这个摊位费也会非常的贵。样品给我们帮它拍好，帮它建，它可以省去它很多这些就是交通往返的时间，以及一些差旅的费用。受到疫情影响，推出收费无价，目前宣布因应疫情会继续推出各种嘅线上展馆，未来将会有 IoT 智慧医疗馆、工业组队馆、跨境电商馆等等，24点真久拢无停，展出250项台湾中小企业的特色产品。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去年热人澳洲发生有史以来上界严重的树林火烧，这场严重的生态灾害，就是一款气候的现象。台湾大学地质科学系教授因为参加一项20年的国际研究，嘛发觉讲，造成澳洲火烧树林的原因，可能嘛是造成台湾夏天风台强度变强，秋天风台增加，甚至讲春天落雨减少的原因。利用酸雨标本进行用动位素分析，会当对内底知影气候变化资讯。台大地质系团队参加国际研究，提供高精准有图定理技术，重建印度洋的5级震动历史。吹西风的时候，这个水汽会从热的印度洋带到这个东南亚，带到澳洲这边来。可是呢，当你在正向的时候呢，当你在正向是吹东风，阻断印度洋来的雨水，于是呢，这边就会呈现干燥。那这个就带来这个澳洲这边森林大火的主要原因。正常印度洋5级事件其实普遍拢有，不过500年前平均每年15年发生一摆，不过最近这60年变作平均3年发生一摆。最近这1000年以来，极端事件才发生过10摆，不过伫这60年已经发生4摆。亲像去年澳洲野火，都甲这种气候现象有关系。这款的5级事件甲中太平洋型性因事件会强迫发生，嘛影响台湾的落雨形态，增加热天风台强度，还有秋天的风台清台可能。中太平洋声音发生的时候呢，全球暖化嘛，那中太平洋就遇强高温，遇强高温这个地方是诞生台风的家，台风的故乡。于是呢，因为你能量很高，那产生台风的几率就变高。公布研究成果，科技部选择用线顶记者会，各边互相面对面互动，来降低群组感染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倒转来看国内的消息，台南下营猫港尾天后宫30多年前碰见一块历史要活300年的石碑，最近真顺势搁再请回来安放伫咧庙内。另外，这间天后宫头前，阁有一条古早的官道，是咧联络府城甲朱楼，来遮就当看到明朝甲清朝时代台湾民间的历史。众人做伙豆豆甲红布掀开，这个石头所造的碑是永靖13年，西元1735年，要活300当前的古物，论历史伫台南地区排第3。这个严禁木捆义通碑失踪30多当，但佫重新徛伫咧下营唔敢买天后宫，互信众观赏。这个石碑呢，失落30几当啊呢，这个呢，真用呢，当下石碑呢，我欢迎咱。全台各地的善男信女呢，等下咱下营马港尾天后宫参拜咱妈祖，等下看这个历史悠久的石碑啊呢。这个古碑伫去年由学界组织奖无条件献予天后宫，天后宫数十名信徒做伙甲石碑赢倒来。这个碑的面顶记载一名世俗的举人，伫远港买宝为地造界，真有历史的意义。往北的是台南一个家己的主楼啦。往南的是台南的府城啦，所以经过这条就是一早的古关道吼。以前的官人、商人还有行人都会走这一条。这里毛港尾就是中间的大驿站啦。天后宫遮唔但有古碑，头前阁有一条古早大路，是明清时代往来府城甲朱楼拢爱经过的大通路。公所争取经费，重心打造这条古关道的历史意象。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今日北部、东部雨水有较济，中南部含另外各地头天气拢是乌阴，尤其北部温度变化有较大，民众出门都要注意加套衫。下半部天气啥款？咱来看各地头详细资料。
北部18度到26度，中部20度到29度，南部21度到32度。东部19度到27度，金马平湖12度到26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晶，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